来继续来看这个国小的学生囡仔，一到下课的时间，就规定安尼教、安尼滚、安尼算，都惊安尼一来真会互相传染着病毒。所以高雄市来推行新礼貌运动，请小朋友平常时都要保持1公尺的距离，上课的座位嘛至少要扭开1公尺，保护家己，嘛保护别人。一下课，学生囡仔做伙伫算，手牵手去便所。甲好朋友讲细声话，武汉肺炎疫情影响，学生囡仔下课的交流，这款的行为拢有存在风险。同学们，你们不要靠太近哦，要分开一点，这样距离至少要分开1公尺以上哦。就惊讲会发生社区感染，高雄市伫校方推行新礼貌运动，学生囡仔拢要离1公尺以上。下课时间，我们也都希望说孩子能够距离更远的地方，因为孩子就是很好动嘛，那多还是鼓励他们来运动这样子。1公尺就是这块，尽量莫伤晚，讲话时嘛是同款。看到对方还有讲话的时候，会比较不自在。不能接触。玩什么比较麻烦？鬼抓人跟踢足球，会敢玩进去教室里面画画这样。不管在老师的宣导，或者是孩子彼此的提醒，还是有尽量能够往那个方向来努力。而教室内面2个同学之间，甲量看卖嘛都要1公尺。虽然讲爱算做伙，这学生囡仔加减会怨叹，淹过伫关键时期，只好较忍耐咧。